上爱的是我。作者米亚尼西塔兹亚。有一天，霸王龙伫咧山轮仔发现一寡卵。看起来真好食款呢。讲煞，要甲卵食落去的时阵，啪哩啪哩啪哩，卵出现了笔唇，刷落来，啪哩啪哩啪哩，啪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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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卵慢慢啊闭开。5只教量的囡仔出世啊！囡仔看到徛伫面头前的霸王龙，阿母，母什么母？是安怎恁爸是恁阿母？而且我是查甫的呢。霸王龙惊一跳讲：若是查甫的，一般是叫阿爸，毋是叫阿母才对啊。安尼哦，毋是叫阿母，安尼阿爸。阿爸，我巴肚枵啊！阿妈七，阿爸来算。算啥？阿爸，做大肠，做漂白呢？嘿啊，因为恁着细仔食。阿爸，我要放尿。去迄边。就伫迄个时阵，你个遐，甲我交一半出来！雄雄出现一只魔鬼龙，甲伊夹掉咧。霸王龙害一下尾溜，想要甲魔鬼龙解决掉，毋过因为身上有囡仔，无法度顶动。就是霸王龙听甲喊甲真大声的时阵，一只手，囡仔哪叫哪通通通跳起伫魔鬼龙的身上。你要对阮阿爸创啥？啥话？阮的阿爸？无毋对，你对阮阿爸做出这款代志，阮袂放你煞。有物给你拼啊！囡仔因对魔鬼龙又搁加又搁撩，毋过，砰！凊彩就互人摔去弄涂骹，就算是安尼，囡仔因嘛是向魔鬼龙一直去。爱保护阿爸！囡仔因无放弃，虽然规身躯全伤，也是向前冲。爱保护阿爸！风摔过一摆搁一摆。囡仔因嘛是无停止向前冲，因甜的死囡仔宝。讲煞，魔鬼龙掠一只起来，嘴巴开要食落去。伫迄个时阵，霸王龙大声喝一声。就为魔鬼龙手头，甲囡仔抢转来，了后用尾溜砰，魔鬼龙就风速甲霸王龙甲忝甲死硬硬的囡仔轻轻啊抱起来，转去家己的手，然后囡仔抱咧就困去啊。爱较紧好起来哈！霸王龙在讲的时阵，一只喊鸣讲：“爱保护阿爸。”这是一个足恬静的暗暝。霸王龙的目睭内
闪闪细细的目屎就安尼连落来。过顿工开始，霸王龙逐工mang红果子互囡仔食。这若食落，就会较健好起来。然后，甲食红果子恢复气力的囡仔，一个啊一个号名。你叫鲁，你叫西，你叫你叫体，过来，你叫伊，来，大家嘴巴开开啊！喂，袂使连手就加落去呢，爸会惊了。霸王龙惊一条，毋过也是笑眯眯啊咧讲。暗时要困的时阵，囡仔因阿爸抱我困，抱我啦！个阿爸抱的是我，啥呢？我用的呢？霸王龙甲囡仔因揽条条，大家莫过弯啊，乖吼，乖。有一天，囡仔因在耍的时阵，鲁正臭屁咧讲：“咱内面，我感觉阿爸上疼我。”其他四只因讲：“你后别讲，因为阿爸总是大声摕红果子互我食，迄就是因为阿爸感觉我上古锥。”迄天食红果子的时阵，就亲像鲁所讲的同款，是毋是？我上大声食的吼，因为阿爸上介意我啊。鲁有淡薄仔臭样，过顿工嘛是，囡仔咧啉水，鲁又搁臭屁咧讲，咱内面阿爸上爱的是我。其他四只因讲，这无咧，因为阿爸逐摆咧困的时阵，敢若会装我尔，敢毋是？迄暗嘛是像鲁讲的同款，对无？敢若装我尔，阿爸上爱就是我。鲁讲甲真嚣摆。自迄天了后，毋知过了几工，囡仔因的伤嘛好啊。有一天，霸王龙出去挽红果子的时阵，囡仔因伫石头仔山咧佚佗。鲁又搁讲话啊，阿爸感觉我上古锥，所以昨暗嘛是敢若装我，今日嘛是上大声，互我食红果子。嘿嘿嘿嘿嘿嘿。赞吼！其他四只生气话讲，真毋是！鲁带一条煞无细哩，救命！要安怎？会使见死不救诶！我啊，鲁伊吼，就是拢敢若是伊。迄四只竟然就安尼甲鲁放诶做因走。霸王龙已经红果子摕咧，在等因啊。来哦。好食的红果子慢转来啊哦，起来食。鲁咧，鲁是安怎？囡仔点点无应声，霸王龙生气，大声话讲：“鲁哪会无伫咧？”囡仔因哪讲哪目屎流目屎滴。
甲汝讲过的话，伫石头仔山发生的代志，拢讲出来。哦，恁是咧讲啥物戆话啊？汝甲伊拄挽落来酸酸的红果子，毋才会先互伊。伊你甲伊大粒的，甲伊软的，体甲伊细粒方便食的，是甲伊淡薄仔定定切切的果子，敢毋是？阁有啦，汝定定食甲规喙口拢是，我毋才甲装。恁说，红果子为霸王龙手头一粒仔一粒仔落来，霸王龙为石头仔山撞去，囡仔嘛对伊的骹步捉起哩。你伫倒位？你到底伫倒位啊？霸王龙哪哭哪喊。囡仔因嘛拼死咧喊。是汝的哭声。等下哦，我睡过。霸王龙为石头仔山开始爬落来，足危险的，恁莫过来。讲煞了后，霸王龙晕啊落去，毋过嘎啦嘎啦嘎啦，霸王龙煞跋落去山坎，毋知过了偌久，囡仔因真无简单，甲汝救出来，做伙爬落去山坎，然后岩石下骹传来霸王龙低沉的声音：“你讲也无毋对，我上爱的是你，也阁有伊，你嘛是我上爱的，是嘛是我上爱的，嘛是我上爱的，地嘛是我上爱的啦。恁一个一个，对我来讲，拢是上重要、上爱的。毋过恁内面谁是上爱的？我无法度比较啊，因为就是因为我是恁大家阿爸啊。阿爸，囡仔甲岩石刷开，霸王龙微微啊笑讲：“人爱上深的，反正是我这个阿爸，嘛无一定啊。”多谢恁，阿爸！闪烁的天星之下，响遍意是体，也阁有5个囡仔的叫声。